虎头比是台湾第一座的水库，也是台南的后花园，有小日月潭的称号。因为议会登记会期间有议员李伟智提议，既然日月潭有用渡的计划，虎头比伫个暑假期间，是毋是嘛用个举办用渡？因此市长黄伟体嘛从善如流，认为活动袂歹，选择暑假期间第一次来试办。他说在永渡日月潭，我想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永渡呢？那刚好我们李议员也提到了哈，那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idea， 我们马上从善如流，而且即知即行，见即履机。那我们就在今年的夏天就开规划永渡虎头皮。不过任何的水上活动首重安全，我们也特别强化了安全的措施。那以一个最高的安全标准，来让喜欢水上活动、喜欢游泳的好朋友都能够有机会，能够在台湾的第一个水库第一次举办的永渡活动来参加，所以这个参加的证明这是非常弥足珍贵的，希望大家一起来。我们现场只有100组，外加50，这总共150组的机会，希望大家成为虎头埤历史的第一人，那欢迎大家来报名。市府观光旅游局表示，这届永渡活动是台南第一届的办理，为了慎重，今年采取试办的方式。永渡的距离规划往返1500公尺的中距离长途，活动以团体报名，每组大约5至8个人，原先规划100组，后来市长加码到150组。报名时间对7月18中到12点，到7月31下午5点。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上台南的旅游网，或者是虎头埤风景区的官网来查询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